新快速道路来61线，就嘴上下交流道，下匝道，第一个需求我拢来会看哦。啊，了方面到大城啊，这段吼，咱年底就要甲通车，大家欢喜无？有啦吼。第二是过门不入的快速道路呢，嘛就爱落来咱地啦。所以啊，你知道，你为波算哦，我来请黄正业起来一个啦，来，哦，知道哦。应该哦，大家来收听，哎，现在来听咱新播咱歌声哦，那真正的大家收听、小听、小开心的，积极努力的歌声就好，来。哦，这是咱的彰滨工业区的服务哦，啊，工商服务啦。所以我叫伊到考出人吼，我会使下班时间、下班时间不要紧吼。我来吼，甲大家拜托一下，我时间传两边，就是来配合，甲咱黄正业贵宾及企业人专业推出来，来替咱收播好无？